立法院今日参讨修正劳基法第54条条文，并定这雇主经过劳雇双方协商了后，会当延后强制劳工退休的年龄。雇主针对想要继续做的劳工，袂当甲因减少薪水，违规者上当会当罚到150万。立法院也参讨通过中高龄就业促进法修正草案，保障这中高龄的就业权益。真实手向顾客送来进前点火的餐点，准讲伫素食店工作，因为雇主提供完善的训练甲福利，二次就业的无休者袂感觉对袂到，尤其知影政府修正劳基法定法令，互伊感觉更较有保障。我想说，还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来尝试看看，就在这工作的当中慢慢调试，尽量让自己跟上工作的那个。立法院15三读修正通过劳基法第64条条文，命令雇主经过劳资双方协商了后，会使延后强制劳工退休年纪。雇主对继续工作劳工袂使降薪，违反的上单罚150万的罚款。一方面就是让雇主他可以去鼓励高龄的劳工来续留职场，那一方面呢，就是高龄的劳工他也可以跟雇主来提出一个协商，然后确保他们的权益，所以就是把它名列在法律里面，就是更有保障。劳工伫65岁以后继续工作，会当解决劳工欠工的问题。资方是讲，这劳工会当持续提供服务，嘛会当延续宝贵的经验。劳团是烦恼是不是引起劳退金比别延后领的问题？如果这个企业认为说他有这个需要。对方也认为他身体还很健康，要继续延退，都没有什么问题嘛。因为目前来讲，大家身体健康，整个寿命也延后了。那是不是退休金的请领条件我们也随之延后？那我觉得这就会对劳工的权益真的很有伤害。那到时候甚至整个全国劳工的反弹的声音应该会更大。那修正劳基法，立法院嘛修正中高龄者的就业促进法的部分条文，除了新增加部分工时的就业条件选择，雇主对中高龄强制退休前2年内爱提供退休准备，也是再就业等协助。雇主若做依法办理，主管机关会当加补助。主管机关嘛应该提供这场指引手册，希望让高龄者人才继续留伫这场持续服务社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